当中央发作，要控制人口来增长，计划生育是大事，千家万户要记心上。国民经济有呀计划，人口也有计划地来增长。啥是人口增长快，国富民强要受呀影响。有人讲多儿多女福气呀大，有人讲生育一个要低唱，要知那种想法对，今天我讲几呀美亮近房子亲姐妹，两人的想法不一样。近生了4000斤，到后来生了个儿子才不养。小暖吃饭小蜜蜂哦，大口小酒是那香香。夫妻俩里里外外忙不定，年终投资万千丈。房子生一女儿，精心把孩子来抚养，贫穷间有身健康年年有是恩啊，所愿你能姐妹两双，呀放的好思想一个子女夫妻俩，政府表扬有发奖，计划生育是大事，任务艰巨有辰光，为的是人民福利能增长，民族健康有保障，加快事故现代化，祖国万用是更富强，全国人民齐响应，幸福生活来年呀长。